超過500個紮鐵工人朝早再到天光道一個建築地盤外面進行第6日嘅集會，爭取加人工。第2日唔搭工，第3日唔搭工，我哋繼續罷工。由於集會嘅工人企滿晒成條街，警方要封鎖現場路面，禁止車輛駛過，又派出大批嘅機動部隊警員戒備。由於商會堅持只係願意將紮鐵工人嘅日薪加到850蚊，到咗明年8月先至加到950蚊，工人感到不滿。即使到咗下晝1點，集會時限過咗，佢哋依然唔肯離開。跟區去行，跟住工友，跟住我哋嘅糾察隊，跟住警方嘅安排一齊行，好唔好？勞工處首席勞工事務主任鄭慧如下晝到場同工人同埋工會代表開會，佢後嚟承諾會盡力安排工人同建造業商會同埋紮鐵商會商討解決事件，工人先至和平散去，但表示星期二朝早會再嚟集會。安德斯記者吳少忠報道。